后来过来，这是台大妇产科的医师徐金忠日前来指控，讲有某一个要互罢免的国民党的立委激使洗牌，也就是耍官话。民进党台中市议员江调国今仔日来压料，讲这个立委就是罗定伟。江调国甲罗定伟话声，讲就爱亲像一个查甫人，假做假当。罗定伟讲这是抹黑。伊讲伊是受到这个家长的真情，讲这台大针对儿童未满7岁的发展体检服务无开准，伊才会请相关的单位来说明。有许多的跳梁小丑，许多的攻击抹黑，终于点名到我了。召开记者会，亲身回应国民党立委罗定伟，也未透早8点就经发出采访的通知，专因为立委选举时的对手民进党台中市议员江调国的这篇普文。爱罗定伟敢做敢担当，莫互共党的立委安明海继续替人食吹。江调国讲，进前台大病院是紧张压了，有立委助理带囡仔去看诊，感觉病院服务真歹，就甲国检署健保署署长和病院高层叫去办公室内。当时嘛公开会议时间和地点，就伫今年1月2日中兴大楼2106室，也就是罗定伟的国会办公室。拿出你的肩膀，负起责任。对民众讲清楚，究竟1月21号你们有没有发文，把这些官员叫去研究室？贴文的内容跟我开的协调会完全不一样，说一些子虚乌有、完全没有发生过的事情。我要跟大家讲，荒谬至极。罗定伟来讲，代志头来尾去，背回找国检署，是受到家长的真情，因为台大针对无满7岁儿童的发展体检服务根本无开抢，才会请相关单位来报告。我们原本要开一场记者会，跟所有的国人特别报告。但是国健署当时一通电话打到我们办公室说，可不可以不要开记者会？都惊外界继续国会，甚至影响到家己人。罗定伟嘛发声，事件中出来讲详细，拒绝互家己变作是安明凯后另外一位受到攻击的对象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